盤點英國2026年首3個最值得投資嘅城市。物業投資最重要嘅因素不外乎係長遠穩定性、租金收入同埋資產增值。呢個研究指出咗，若果一個城市係一個好嘅投資，必須具備以下嘅因素：人口持續增長及房屋需求上升，多元化嘅本地就業市場，持續嘅城市更新、基建投資，來自不同租客群體嘅租賃需求，房價仍然具備上升空間。根據呢個因素，最值得投資嘅城市排第3嘅係列斯，適合想有較低價錢門檻、穩定租務需求嘅投資者。排第2係利物浦，適合有高租金回報嘅投資者。而排第1嘅係曼徹斯特，適合在租金收入同埋資產增值之間取得平衡嘅投資者。若果想獲得更多買樓同埋做按揭嘅資訊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有按揭需要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作進一步嘅諮詢。